主后2022年7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合宜的行为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2章8节到15节。伫逐所在的聚会，我的查甫人无受气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祈祷。我嘛爱妇人人穿插朴素整齐，毋通用奇形怪状的头毛形、金器、珠宝，也是珍贵的衫装搭家己。着用好行为做装搭，表示家己是敬畏上帝的妇人人。妇人人着点点学，用顺从的心，事事顺服。我毋准妇人人教示也是管辖查甫人，妇人人、查甫人嘛通又做查某人家己的丈夫，伊着静静。因为亚当大先受造，后来才夏娃。过亚当无受诱惑，毋过妇人人受诱惑，陷落罪。不过妇人人若安分守己，持守信仰、仁爱甲圣洁，就会因为生囝得到救。以上合宜的行为。读这段经文，会互人随时想到妇女当当时伫教会的地位甲角色。真侪人接续会用这甲现今的妇女地位做类比，搁伫心中浮现不解，甚至不满。咱读圣经的时，应该避免过头主观。下面有几点值得注意。首先，人会受到生长所在文化思想影响。保罗受犹太律法熏陶，也伫希腊文化思想教育下成长。伊的生活行为、思考范畴，当然会反映着当时的人的观念和认知。伫犹太社会和文化，妇女的地位是相当卑微的。譬如讲，计算人数的时，女性无受计算在内。规个创世纪第1章到第3章，关系人类受创造、坠落犯罪的经文，讲妇女是落尾才受创造，和大先受诱惑的。新约中，保罗也是安尼的认知。其实，这甲汉人文化中汉字内女部首的诗词，常常带着负面的意义，亲像蒙奸盗妖等等，连结相款，拢反映出英国父系社会对女性的宰制。过来，经文所写往往有特定的代志和对象。保罗写这封批是针对伫以弗所教会发生的问题，教导提摩太怎样做处置，希望信徒秉持信仰，遵守规矩，维持教会的特殊，免得基督信仰的名声受到负面抨击。所以，对整份批信来看，通发现当时以弗所教会必定发生真侪甲妇女有关的问题，包括有一寡妇女过度追求外在的打扮装搭，另外一寡妇女介意讲东讲西，专门管营仔事，也有一寡妇女可能因为伫言行逾越界限，互人议论。所以，保罗才会伫批呢针对妇女的穿插、言行举止等提出教导的规范。这对咱今仔日的信徒来做礼拜聚会，也是通伫穿插方面做提醒，
亲像穿插毋通伤随便，毋通穿过头露显的服装，毋通穿浅拖鞋等。保罗对当当时基督徒的生活伦理道德的要求，比一般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还佫较悬。这也是咱常常在强调的，诚做上帝子民，应该注意过圣洁的信仰生活，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将咱同家赎回，咱着用敬虔的心、美好的生活款式做见证。若是安尼，这段经文对咱今仔日提供怎样的信息？就是无论男女，拢无应该搁受强化的性别刻板印象绑架。保罗讲，着用好行为做砖头，表示家己是敬畏上帝的负责人。这句经文通做咱遵循的通则，并无性别之分。伫保罗传扬福音的事工，妇女也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教会若存在性别歧视，只会削弱一半同性者的服侍恩赐。踮伫基督内面，妇人人、查甫人拢是耶稣的肢体，也拢合一成做一体。默想，性别是上帝创造生命的时想出的，哪着歧视？伫教会生活，有倒一寡事工是因为区分性别无够周延。性别是上帝创造生命的时想出的，哪着歧视？伫教会生活，有倒一寡事工是因为区分性别无够周延。咱来祈祷，创造的主宰，感谢你开启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性别虽有差异，却无优劣。多多仰望兄弟姊妹会用良好的行为来为主做见证，求你悦纳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